有一个歌星叫做曲君，伊的一块台语歌《运转人生》最近是真唱。想袂到即马煞传出年底的时阵，伊伫咧家人食酒赛车，启动着2个白班的客停车司机，其中一个人是不幸救无倒来，而且过2天了后，伊才到案说明，目前已经去予警方移送法办。 运转人生这首歌是戏剧插曲的歌曲，真侪人烧钱演唱的热门歌。MV 搁伫 YouTube 突破1000万加点看率，伊的 YouTube 频道包括出道以来所有的 MV 影片，观看数冲破2000万加。唱片公司搁特别为伊举办庆功音乐会。奇怪是谁一直打电话？对，是我在就是早上在休息的时候，我想说谁在打电话，就是我妈，我就说1000万了啦，我说什么？不过，事业交出好成绩的曲君，警方调查去年底涉嫌伫家人信义路开车压弄着2个白班计程车司机，调查了后随逃走，2天后才到案说明。事后其中一个抢救7天了后，煞救无倒来。警方到场时，肇事者已未在现场，伤者男者经送医治疗。经警方查访周遭民众及调阅监视，并向联系车主循线查获驾驶人29日到案说明。警方已经以邱男涉犯刑法过失伤害及肇事逃逸等罪予以移送。因为其中1名被害者死亡，检察官已先于1月3日中午完成相验程序，已经分案展开侦查，后续将持续调查，还原事实。对于外界质疑是不是牵涉到啉酒赛车肇事逃走，检方强调专案已经完成分案，会深入调查，查清楚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